醫生叫我做免疫治療嘅時候咧，當然佢有句話俾我聽，個價錢係好昂貴。因為我見到咁昂貴嘅價錢咧，我知道自己能力咧係負擔唔起，我就話如果要咁昂貴咧，我就唔做啦，我全院唔醫啦。屋企人當然係唔開心啦，見到個父母唔醫就，但係咧就冇辦法，就唯有話上大陸買藥嘅，可以平好多，希望能夠醫有得醫咯。深圳嘅醫生佢哋係講普通話，我聽唔明，又唔識得去點樣同佢對答，就變得我冇辦法將我嘅病情好暢順咁講俾佢知咯，所以我就形成我上去嘅一種心理障礙。我自己都已經70幾歲啦，咁因為你上去就第一日頻頻撲撲啦，第二點我就屋企冇人能夠照顧我，帶我上落落，一直要靠我自己。如果可以嘅，我梗係要留喺香港醫啦，我唔想翻去醫啦。翻大陸打咗3針，打到第3針就係2月份。深圳嘅醫生都有話俾我聽，即係有多少唔舒服嘅，但係就冇講到咁嚴重。我翻到嚟發覺發燒得咁樣咧，我諗住即係翻香港醫，即係睇下發生咗咩事。入到院之後就發燒唔停啦，同埋佢可能成日抄去小板又唔夠啦，心臟又負荷唔到啦，又要打嗰啲打針啊，成日抄血咁樣咯。經過個20幾日先至出翻嚟，自己冇諗過會咁嚴重咯，最多會諗過話有3幾日唔舒服，瞓喺張床度食唔到嘢，但係諗唔到要咁樣入20幾日醫院啊！體重啊下降得好緊要啊，因為喺留院期間食唔到嘢。我就冇諗過再打針噶啦，諗住由得佢即係自然發展啦。但係經過咗幾個月嘅休養之後咧，覺得精神就開始好翻啲。我有諗法話唔上去醫嘅理由就係又驚重複上一次咁要入院20幾日發生咁嘅事。另一個唔想翻去醫嘅原因咧，就係俾到好多麻煩屋企人，因為我老公咧亦冇能力陪伴我過去睇，我個女又要翻工，所以每一次翻去我都俾自己好大壓力，因為我要一個人自己翻去，冇人陪我㗎。我有同醫生香港嘅醫生講過，睇過有咩藥物適合我㗎，我想喺香港治療。我希望能夠醫好佢身體健康，同屋企人咁最到一個好愉快嘅晚年。癌症係主要疾病嘅殺手，喺2022年咧就有超過35000宗新症嘅個案，14000幾人都係因為癌症而死亡。咁好彩，藥物咧就不斷進步，令到病人有越嚟越多嘅治療選擇啦。尤其係藥物治療就更加日新月異，咁持續咧都不停咁有新嘅藥物啦同埋療法去面世。咁而家除咗我哋普遍知道嘅化療之外啦，亦都會有標靶治療、免疫治療同埋 ADC 等常用嘅抗癌藥物嘅類型。大部分癌症嘅藥物咧，其實都係靜脈注射嘅。咩意思咧？即係可能手背擺個鹽水豆，吊針咁樣，吊包鹽水咁樣。咁咧，亦都係有啲係口服藥啦，或者係皮下注射、肌肉注射等等呢啲嘅用藥方法。有啲病人咧，一聽到要做藥物治療咧，其實都會好擔心抗癌藥物會帶嚟嘅副作用。咁抗癌藥物咧嘅目的咧係清除病人體內嘅惡性嘅腫瘤啦。咁為咗達到呢個目的咧，有時候冇辦法，咁真係要犧牲咧一啲正常嘅組織或者器官。咁於是咧一定會產生可能一啲嘅唔舒服，而唔同嘅藥物咧產生嘅副作用亦有所不同嘅。譬如嚟講，有啲化療咧，可能講緊輕則就甩頭髮啊，
作嘔作悶啊呢啲，但係好多時咧呢啲可能用一啲止嘔藥都會處理得到，或者便秘啊、腸胃不適啊、味覺會改變啦，最多咧就其實反而好攰啦、好唔舒服啦、甩頭髮啦，同埋可能有啲皮膚嘅乾燥啊或者變化咁樣。咁另外啦，如果係講緊打針啊或者靜脈注射嘅化療常見副作用咧，多數咧就係講緊攰啦、腸胃嘅不適啦，可能講緊白血球低、血小板低，或者甚至乎導致到白血球低感染咁樣呢啲問題，肝腎功能有時候咧亦都可能會受影響，或者講緊呢一啲手指頭啊、腳趾頭麻痹呢啲咁嘅情況。咁所以相對嚟講，其實靜脈注射嘅藥物咧係直接喺血管打入血液裏邊嘅循環，咁所以咧反應咧都相對會比較劇烈啦，同埋急促。咁正因為吊針後咧，其實可能咧會出現咧一啲唔舒服嘅，咁而好多時嗰個唔舒服可能真係吊完針返到屋企過咗3日或者5日之後先至出現，而有時候嗰啲副作用咧可能十分嚴重添。所以無論係喺香港啦或者係外地接受治療咧，其實都要留意住藥物嘅反應風險，千萬咧就唔好掉以輕心。所以咧每次進行治療時咧都要咧作出幾個謹慎嘅安排同埋處理嘅。患者最主要咧有2樣嘢要留意嘅，就係自己注射嘅時間表啦，個 dosing schedule 啦，同埋咧使用嗰個劑量個 dosage。例如你個治療時間表咧係每2星期或者每3星期注射一次咧，咁就最好咧跟翻時間，最好唔好延誤啦。咁因為咧咁樣有機會影響治療效果。咁第二咧就係個劑量啦，因為大多數咧吊針嘅藥物咧都係根據病人嘅身高磅重，咁要去留意翻嗰個劑量，而可能咧第1次同埋第2次嘅劑量有出入，就因為身體狀況嘅變化添。所以咧確保能夠攝取咧藥物最佳嘅效果咧，其實咧要跟翻呢1-2點。有時候咧，病人咧打完第1針咧，佢就覺得第2針、第3針、第4針都係如此類推，其實就唔係嘅。每一次咧都要抽血啦、做檢查啦，因應翻病人本身個身體狀況啊、身體嘅指標咧，去決定下一針咧嗰個劑量啦，同埋咧係唔係咧繼續嘅。咁所以咧治療後咧最需要咧就喺診所或者醫院咧就作為短暫嘅觀察，冇問題咧先至翻屋企休息。咁咧覆診嘅時候咧，亦都要跟翻醫生嘅指示。咁醫生咧其實有責任去解釋藥物可能出現嘅副作用啦，病人咧亦都要咧了解多啲自己本身治療會引起嘅反應啦。咁有時候醫生咧為咗去減低一啲化療帶嚟嘅副作用咧，可能會咧開一啲預備嘅處方嘅，譬如嚟講止嘔藥啊、升白針啊咁樣。咁點樣用、點樣打咧？呢啲咧都要教清楚你先可以識翻屋企咧點樣用嘅。至於日常生活方面要注意啊，點樣均衡飲食啊、做運動啊、作息時間呢啲都要留意，因為呢啲做得好咧，其實都可以幫助咧減低咧一啲副作用嘅。咁最緊要咧就係如果有任何問題，係可以即時揾到醫生咧同你跟進。咁喺抗癌嘅路上咧，其實咧病人會面對好多唔同嘅狀況啦，做緊治療亦都可能咧會有好多唔同嘅副作用出現，甚至乎第1針到第3針嘅治療咧，可能嘅副作用亦都唔同嘅喎。咁所以最重要嘅信息咧，就一路做治療，要咧有唔舒服同翻自己嘅醫生坦誠咁樣去溝通。咁咧，萬一有啲咩狀況嘅時候咧，醫生都可以幫到你。抗癌嘅路上唔簡單，咁但係唔緊要，我哋咧都會同你並肩同行。